啊，其实最重要的是，我不希望我的小孩变中国人。我会过去，年纪到了，我会过去，我会像那个这一次直升机失事的那个参谋总长，伊去美国，甲美国人讲，我们台湾会站到什么？会站到一兵一卒。我不管这个将军是什么样的立场。我就佩服你讲这句话，我们台湾会站到一兵一卒，我就是会是那个一兵一卒。这一切都会过去了，啊，都会过去。可是各位兄弟，我们是不是有意识到，咱是上帝救赎的计划里面，迄个对象，迄个无同款，甲这个世上的人，为了名利，为了他的总统梦，为了他的一大堆。想象，这款人无同款，我们不一样。我们是堂堂正正、为所当为。咱的性命爱过到淋漓尽致、无怨无悔。因为咱知影，咱竟然是上帝这个大计划的迄个对象，竟然耶稣基督的保护是为咱留，既然这个救赎的计划是为咱所设计。你是有上帝大大的荣光，不要小看了你在你伫这个世上所会当真多的一个人，请记得对上帝有信心，对人有疼，对这个土地有情，来同心祈祷。这些白这何等大的奥妙！阮既然是你大救赎、永恒的计划的对象，既然耶稣基督的保护，既然伫基督内面，你所行做一切是为阮所做的，阿爸爸就互阮所有遮的满满领受。你稳定，你严光的人，伫阮的每一日大细事应对进退，无论甲什么人会直接，拢要显明这款的严光，甲这款的无同款。阮知无论阮伫这个世界所做的事业、工课，一切成功失败，拢毋是重点。迄个重点是阮的身份、阮的地位，是你的产业，是你的囝儿，是你所看重的。互阮会记得安尼，阿爸爸，这一切都拢会无同款，帮助阮有清澈的头脑，有健康的身体，有平安的心性，有善良的心，互阮行做有公义。当心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